身邊好多未曾去過紐約嘅朋友，經常對唐人街有兩個錯覺。第一個錯覺就係以為紐約唐人街只有一個地方，但實際上紐約市一共有9個唐人街之多。當地嘅華僑一般會稱之為華埠，西人就會稱之為中國城啦。曼哈頓唐人街曾經係紐約規模最大、人口最多嘅華裔聚居點，但後嚟就逐漸被皇后區嘅法拉盛唐人街所超過啦。唐人街其實就係好多華人移民到美國之後，因為人生路不熟、語言又唔通，所以大家抱團聚居嘅地方。呢個就同廣州一啲外省人聚居嘅城中村有啲類似啦。第二個錯覺就係以為唐人街嘅華人都係講粵語嘅。早期到美國嘅華人移民確實好多都係來自於廣東同埋福建，所以佢哋通常講廣東話同埋福建話。更明確嚟講佢哋係講台山話同埋福州話。當然啦，來自省港澳嘅移民都唔少，加上粵語流行文化嘅強勢輸出所以廣州話確實係更加通用一啲嘅。不過來自中國內地同埋台灣嘅移民逐漸增多，所以普通話同埋國語喺華人群體之中亦變得越嚟越普遍啦。特別喺皇后區法拉盛唐人街，普通話比粵語更加流行。而且好多華人移民嘅後代喺接受咗美國嘅教育之後亦會慢慢改為講英語。佢哋長大做嘢之後，為咗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就會搬嚟唐人街。可以話通常華人移民喺第2代開始就已經唔識得寫中文，而喺第3代開始已經唔識得講中文啦。與其指望海外華人嚟傳承粵語文化，倒不如我哋一齊努力啦！